粥嘅哲學，滾麵人，伙計嗌嚟啦，熱辣辣新超記嘅粥，唔止係一碗食物，而係香港宵夜文化嘅縮影。凌晨食粥係一種安慰，一種習慣，一種歸屬感。你話衰唔衰？明明熱到喐都喐唔到，你偏偏就要喺呢個時候挑戰人體極限。食生管粥係要講心法嘅，你唔可以心急，一急調理就玩完整晚。你要用隻匙羹輕輕喺個表面撥開一層。阿叔話呢個叫撥開層衣。你睇住碗粥，煲到米水分明，但又融為一體，呢個就係所謂嘅麵。我有時覺得生管粥嘅道理，其實好似香港人嘅生存哲學。第一，要滾，香港邊個唔滾？生活節奏滾，工作滾，團伙都要滾。第二，要麵，麵即係人性，無論生活幾硬邦邦，你都要有本事將自己磨到好綿好滑，包容到所有配料，無論係豬膶、牛肉定係皮蛋。第三，最重要忍，啱啱滾起嘅時候，你要忍一忍，等佢收一收水，先好擺入口，輕輕吹氣嘅聲音，呼呼，食一啖粥，滿足嘅嘆氣，滋爽，一啖落肚，有條脷，去到喉嚨，再落到個胃，嗰種暖係即時嘅，佢同酒精唔同，酒精俾你嘅暖係虛妄嘅，第二朝醒返會頭痛，但呢碗粥俾你嘅暖係踏實嘅，佢話俾你聽，得啦，今日嘅事過咗去啦，你安全啦。聽朝又係一條好漢，刮底嘅匙羹聲表示粥食完啦，好，食到見底，成身汗，原本個人好攰好灰，但一碗粥落肚，好似成個靈魂嘅電量由5%沖返到50%咁。有時我會諗，我哋咁辛苦喺度生活，為嘅係咩？係咪為咗買層樓，為咗進修，定係為咗活成其他人想要嘅模樣？可能都係，但最真實嘅答案，往往係呢啲最微不足道嘅瞬間。為嘅就係喺最攰嘅深夜，仲有一間燈火通明嘅頭，為你留住一碗滾燙嘅粥，等你知道呢個城市雖然好殘酷、好快、好逼，但佢依然有一份好溫柔嘅底蘊喺度默默咁養活緊你。銀包拎出嚟，數錢嘅聲，咪表收銀啊，唔該，38蚊，俾夠40，唔使找啦。推開茶餐廳玻璃門，街上風聲，走出門口，街風吹過來，幾爽。望下個天，雖然定眼望去仲係好黑，但其實過多幾個鐘，太陽又會升起。聽朝返到公司，咪又係繼續俾老細鬧，繼續趕 deadline， 但怕咩？大不了明晚再嚟食多碗生管粥。走啦，返屋企瞓覺。香港早唞。明星未必嚟，但街坊日日嚟。你望下四周圍，凌晨3點幾，坐喺度嘅係咩人？隔壁台嗰個着住西裝，條歪晒，一邊食一邊用電話覆緊 message。後面嗰個阿叔嚟嘅，着住件汗衫，踢住拖鞋，叫咗碗及第粥加碟油炸鬼。仲有啱啱收工嘅的士司機。明星未必嚟，但街坊日日嚟，呢個就係粥文化嘅真正魅力。依家好多餐廳最中意貼滿晒明星簽名，電視房好似無個名人加持，碗面就無靈魂咁。但呢度新超記唔需要明星嚟唔嚟，真係無所謂，因為撐起呢間，撐起呢個城市深夜嘅，從來都唔係大明星，而係呢班普通到唔普通嘅街坊。大家無緣無故聚喺呢度，互不相識。你食你嘅魚片粥，我嘆我嘅皮蛋瘦，大家尊重大家嘅深夜，邊個都唔會打擾邊個。喺呢度冇人會睇你張卡片，冇人理你職位係 manager 定係跟車。大家喺呢碗粥面前，都只係一個肚餓嘅香港人。這種平等其實好浪漫，係咪？